全球各地陸續踏入2012年，亞太區多個地方都有大型活動慶祝，吸引民眾欣賞。伍浩榮報導。北京首次加入全球各大城市喺天壇舉行官方倒數活動，踏入新一年，祈年殿前亮起幻彩嘅燈光。上海就舉行3D 燈光匯演，展示咗外灘嘅歷史建築。全國各地亦都有大型活動慶祝，惠陽有少數民族着上傳統服飾，載歌載舞迎接新一年。對岸嘅台北，馬英九總統同夫人周美青帶領民眾倒數，101大樓舉行燈光煙花匯演，3萬發煙花喺3分幾鐘時間以高密度發放，而且增加咗發射角度，令層次更加豐富。南韓首爾就以傳統嘅方式慶祝，首爾市長親自敲響重近20噸嘅銅鐘，為新一年揭開序幕。日本亦都有民眾喺東京鐵塔之前參加倒數活動。進入元旦，佢哋將手上寫咗願望嘅氣球放上天空，期望新嘅一年能夠拋開311大地震同核危機嘅傷痛。當地寺院按傳統敲響108下鐘聲，象徵掃除人一切煩惱，同時為民眾喺新嘅一年帶嚟好運。而喺南半球嘅新西蘭，因為時差關係，率先邁向2012年，喺北島奧克蘭嘅天空塔放煙花慶祝。雖然天色唔係咁好，依然吸引數以萬嘅民眾欣賞。南島嘅基督城舊年發生6.3級地震，民眾都希望新一年會更加好。澳洲悉尼亦都一如往年，以大型煙花匯演迎接新年。活動以夢想時刻為主題，更加加入咗雲狀、蝴蝶等形狀嘅特別煙花。著名嘅海港大橋發放咗瀑布造型嘅煙花，五光十色嘅煙花呢晚照耀悉尼夜空。整個活動耗資600幾萬澳元，估計有多達150萬人到場欣賞。呢一份電視記者伍浩榮報道。美國紐約有超過100萬人喺時代廣場參與有100幾年歷史嘅水晶球倒數活動，迎接新嘅一年。隨住特製嘅巨型水晶球降落之後，正式踏入2012年，現場放煙花慶賀，民眾都非常興奮，互相擁抱同親吻祝賀。負責主持倒數儀式嘅紐約市長彭博同歌手 Lady Gaga 亦都跳舞助興。紐約警方估計，時代廣場同附近一帶有過百萬人聚集。舊年係911襲擊10週年，為咗確保活動安全，當局加強咗保安，封鎖廣場附近嘅街道，又唔准民眾攜帶酒精、大背囊等物品進入活動嘅範圍。淨派駐1500名警察，爆炸品處理組就到附近嘅酒店、劇院、停車場等地方巡查。